隔着红线，带阮去看春天的萨库拉。脚心的衫紧一领，马尾嘴粉亲像我，时间也误早。若一点归期，已经袂记你啦。魂牵无人讲再甲问我，无情形也心流衫，无怪春天的微寒，伤苦款是啦，盼一个有缘的人来作伴，唔通辜负孤单的心肝。梦也梦春风唱甲悲酸嘴也干，伫倒位阮失败的阿达达。旧年的春风对面吹，早起飞花袂出嫁，见着少年家。看一个有缘的人来作伴，唔通辜负阮孤单的心肝。梦也梦春风唱甲悲酸嘴也干，伫倒位阮失败的阿达达。叹息的人，袂知隔着红线，替阮赶走寂寞的运命。阴面山甲我好情，爱哭几点搁无看，等你来甲阮牵手阮听。阴面山甲我好情，爱哭几点搁无看，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。先讲田君，我觉得你的音色非常好，我最喜欢你的是在胸腔的那个地方，很温暖的音色。然后我觉得唱台语情歌，胸腔的位置是蛮重要的，因为它代表一种台湾女性的包容。所以这边胸腔如果用得好，语气用得好，其实我觉得会有产生很多人的共鸣，这是你比较有优势的地方。我觉得这首歌表演得非常好听。谢谢老师。田君，OK，以你的这个外形，还有你的这个声音条件，我觉得你是非常适合站在舞台上唱歌的人。然后你朋友说的没错，你唱台语歌的气口很好啊，虽然你的台语不太会讲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多多练习都一定会进步啊。那而且可以感觉得到你其实你是有受过发声训练的，好，那你对音感的敏感度，对音乐的敏感度是非常好的啊。那今天你不是唱和声，你站在中间，你是主唱，那你知不知道主唱要注意什么？主唱要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。对，嗯，主唱你要敢于做表情，你要敢于去把口气放大。那今天你是有点客气了，好，因为中间有一段那个十七八岁没出给，那时候和声跟你一起唱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感觉听到3个和声在唱歌，就没有听到主唱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可以在，当然不是这个，就是说只是说观念心态上稍微调整一下，你会马上会变得很不一样。好，这是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，这是我给你小小的建议。
谢谢老师。